官家当真想肯武剑？那就待下次大胜的战报传来之时，如何？其实，朕的心中不想和谈。朕想乘胜追击，大出血性，扬我国威。若能在朕的手中夺回河西之地，重开丝绸之路，便是折上朕的10年、20年寿命，也心甘情愿。但说，官家万不能中了元昊的骄兵之计啊！如今绝非党项羌人的真正战力，更艰难的苦战还在后面。我朝军事虽不及羌人勇悍，但边界战区地形，双方皆是易守难攻，主动出击便难免会陷入孤军深入、粮草补给不足的境地啊！我原本以为我朝30余年未经大战事，而党项全民皆兵，是多年南征北讨的虎狼之势。可开战数月，竟势均力敌。看来他们储备实属贫弱，这仗打得没底啊！党项人彪悍狠绝，不死不休。如今，绝未到他们顾及补给的时候。开始，他们只为试探我方实力，所以才会有势均力敌的假象。他们提出议和，只为麻痹我方。官家从未接触战事，又太想些许耻辱，所以才会真的信。国，官家是否相信，并不重要。怕就怕镇守定州的人信了，疏于防范。明日，其自当上书，请调西境。夏总给我书信，以及顾曹老将军临终前所上遗奏。夏总言道，戍西境意在于深感曹将军对西部边事所见之透彻。曹将军怎么说？强辽在北，久战16州。我朝无险可惧，而元昊日强，占据河西，今后必成我西陲之大患。曹老将军还曾言道：若元昊大举进犯，我方该坚壁清野，断绝贸易，死守保寨，不让1粒米流出宋境，不让1颗山盐换得口粮。我方死守一东，则党项老弱便会饿死2成。若守住3东呢？元昊虽勇悍，却万不可敌其后方欲啖其血肉果腹的饥民呢。官家，你看，各战区由于地形所限，相对孤立，很难互相增兵，呼应支援。所以我方顾不及羌人勇悍善战，但他们若想要攻入我方，攻下保寨，守住，再全线压境，却是难上加难。所以皇后的意思，我方极弱之兵，拼死据守，或能抵住元昊亲率精兵的进犯；若想征讨元昊，收复河西之地，那就是天大的笑话。我军数月之前的胜绩，
但只稍通地理，能知武略，便都知道，那是诱我军冒进，致全军覆没、大败而归的阴谋。既然皇后费心进谏，朕便收下。毕竟皇后是名将之后，家传渊博。不过这带红之物，还是用来画峨眉、点绛唇更合时宜。拿来画战曲图，未免不伦不类。字是越发长进了，如此题感，尚能写得这样出色。怀吉，你字好，文章更好。你若不是，定能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。如今能读各种秘阁藏书，得韩思建、苏学士、蔡学士这样名臣才子的指点，怀吉也很幸运。这四方城虽不大，却有着这世间最珍奇的宝物书画，外间见不到的古籍，传说中的名臣才子，若有本事，权力、金钱都能得到。只愿你永远不要碰到那个让你不甘心的人。官家，你可回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官家不是下旨了吗？让人家去厨房给做一碗面啊。你这时间掐的还挺好。哎呀，人家哪有那么聪明啊？人家先是去厨房做了一碗，回来发现官家
叫任督之和杨副都知过来。是。管家，张碧涵封清河郡君，入降乱阁。是。晋中2年内不入新的宫女内侍，凡年限到的，放出宫去；凡自请出宫的，亦放出宫去。将朕平时吃用的定力钱减半，将福宁殿和库中不用的金器收拾出来，让户部核算，换成民钱多少。管家，身边的人本就不多，用度也不奢华。明儿个叫枢密院的陈志忠他们进来，盘算一下所有陕西戍边的兵士，给家中父母幼儿发放民钱。若有寡母的，双倍发放。给朕核算个数目出来。是。去吧。莫测一生，愿乎曹丹书平安顺遂。镇武军节度使、资政殿学士、知盐州事、敷延环庆路延边经略安抚使、敷延路马步军都部署范庸上书请罪。范庸骄于小胜，虽陛下派特使多次提点，但仍未能警醒，屡中元昊之奸计，命李士兵将诈降之兵编入金明寨防卫。这回虽说延州最终保住了，没能让那李元昊打入我朝边界，可我朝还是算大败。刘平、石安孙2个将军驰援延州，却在三川口让李元昊围了，2人还让人俘虏了，几乎全军覆没。不过西夏兵也折损不少。我看范庸是要丢官了，不至于掉脑袋吧？喂，那又没你老子娘呢，你哭什么呀？全军覆没，全军覆没。敷延路驻博都监黄德和告敷延、环庆副都部署副总管刘平投降元昊，背叛朝廷。
且有刘平家仆一人为证，河中府一律封刘府，拘押家人100余口，算人证齐全，可定案发配。臣对此案颇有异议。讲。虽有原告及认证，但此案道理不通。范庸愚钝轻敌，李世斌暴躁自大，乃至金明战被敌里应外合所迫，延州守备薄弱。若不是刘平星夜驰援，以劣势兵力，此战拖住元昊主力几日。延州得援军，则延州必破，元昊定长驱直入。若如黄德和及刘平家仆所告，刘平贪生怕死，早递降书，又怎能及时驰援？更不可能在三川口激战3日，以劣势兵力死死拖住元昊主力精兵达3日之久。此案确实有疑点，当详审。便由文钦主理。此案定案之前，不可对刘平家人上刑，一律关押，绝不可亏待了。臣谨遵圣谕。此战中计之败，不承认敌强，不愿认己弱，才会众人奸计。范庸虽败，首恶不是他，是朕。从今日起，朕食宿罪己，为殉国的将士祈福。官家，官家，官家，官家大喜呀！这时候何喜而言？大喜呀！方才医官院3名太医一起给清河郡君张娘子诊脉，确定了是喜脉。臣恭喜圣上，贺喜圣上，皇储有望了。秀儿，秀儿，备车！我要去马行街头的衣饰铺子。把供给购脚店的酒都停了吧，给客人道个歉，就说是原材料涨价了，我们店里的货也供不足了。是。清风楼里的红曲酒减1成。高粱酒减2成。啊，对了，上次袁生从西边带回来的那桶葡萄酒，那可是以后几年都求不到的珍物了，把它收起来，不在楼里供了。制曲用的米麦素剂，各种香料，能买多少就买多少。知道了。大奶奶，这些宫里式样的首饰衣裳就真卖了。您不缺吃穿，还有夏经略。他要真是靠得住，我当年也……嗨，你这傻丫头，能有谁是不缺吃穿、不缺钱的？你到现实安安稳稳，但你都知道慌了，那就是天已经塌下来了，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如上所述，便是臣之永兴军义载鱼之心得。
若简而述之，便是敌来死守，敌逃不追。夏钦之永兴军1年又5月，这是头一次回京述职。不久，便又要回去任陕西4路经略使，继续吃西北风沙，辛苦了。官家信任，委以戍边重任。臣虽惶恐，更感荣光。朕知道你最是好一口好茶，今年春北苑进的龙团、凤团，便特留了2团与你。谢官家。子贡曰：“贫而无产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为何贫而无产，富而无骄，不如贫而乐，富而好礼？娘娘，任督之求见。请任督之进来吧，你们先下去吧。娘娘，张娘子今日下午感觉腹痛，臣立即请了王医官前去看诊。可张娘子突然大怒，说立即要见陛下。臣给张娘子解释，说陛下在崇政殿正在召见前朝的大臣们。张娘子不依，骂臣故意怠慢她。臣无能劝不住，只好请了4位内侍守着，自来求娘娘示下。医官怎么说？医官说，大概是张娘子思虑太多，情志失调，使任冲2脉受损，胎源失养，以致有胎动不安。我过去看看吧。你即刻派人去，在崇政殿外候着，把张娘子这边的状况跟官家身边当值的内侍说，让他们在官家召见朝臣的间隙去禀告一声。是。将你拜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，辅助安抚使夏怂。这虽是朕的意思，也更是众大臣的强谏。不单夏怂本人向朕讨你这位能臣相助，晏先生前后上了3次札子，论述陕西防备不仅仅在武备，更在治理边地。你是最好的人选。臣能得陛下和前辈们如此看重，自当振奋，不负重托。但说到治理边地，绕不出重农牧、明执法、安民心。此3项，有一人处处强于臣。处处强于你？竟有如此能人，朕未启用？臣举荐天章阁代敕范仲淹同出陕西，与臣并列经略安抚副使。常闻商者云：“转祸赖四民。”远近日中和，有无天下君。上亦立5国，下以藩5身。州官有长疾，岂云竹墨人？官家也曾见过昔闻这首四民诗商。原来官家早有定夺，委范希文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诏书都草拟好了。臣惭愧，试想臣子有治理地方、安定民心、引领风气的德才，官家岂会不知？臣竟敢在官家面前指天誓日的做死谏之姿，负有小人之心了。
陪朕出去走走。你和范希文即将赴陕西上任，边地清苦，朕做东今日为你们摆酒饯行。娘娘到了。参见娘娘。任都知说你身体不适，太医来看过诊了，说你胎动不安，给你开了安胎凝神的药，你为何不肯吃啊？你现在怀的是龙胎，不只是你的孩子，还是官家的孩子，更可能是未来的皇嗣。你有责任照顾好他，你不可太任性了。便是为了护好官家的孩子，我才不会再吃不明所以的药。王医官学识渊博，医术高明，是官家信任的医官。他开的药物怎么能是不明所以呢？我只相信官家说的话。官家在召见前朝重臣，除非后宫出了能够影响社稷民生的大事，否则我们都不能去打扰他。你不信任我，我并不介意，但我却也不敢为了你破了规矩，闯去崇政殿找官家。那要不这样，你不肯喝药便不喝，好好放松心思，睡一觉，等官家回来。让我在这里，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官家？谁知道能不能等到官家？难道我没有被奸人害过？怎么了？你肚子痛啊？我要见官家。你不肯信我。我要见官家。好吧，你现在怀的是龙胎，或许便是皇子。他的安危，也可说是连着社稷。任都知，在。立刻着人去准备车辇、软榻，护送张娘子去福宁殿等官家。将所有都知、副都知都叫到福宁殿去。我要当着张娘子的面，吩咐他们即刻去崇政殿找官家。不论官家在与哪位重臣议事，不论他在意多么重要的国事。是。什么？这仗还要再打下去？这20多年的太平下来，城内都难再见讨饭的。任贾府店伙，顿顿都能吃上包子卤肉，每家呀也能藏1匹2匹绸子缎子。现在倒好，封了2年的榷场，打了大半年的仗，这盐涨了5倍，粮食涨了2倍，羊肉也……横竖也亏不了你。朝廷虽然封了西境的贸易，可是这2年我在陕西戍守，私下里给你运来不少山盐，黑市里卖的高价，换来的黄金够你花好几辈子了吧？哎呀，你快别再说了。
那都是脑袋绑在裤腰带上的事儿，我天天都在做噩梦，我可不想再干了。就你谨慎，会装穷啊！你绫罗不穿了，首饰也不戴了。好，我让你再说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还卖了宫里10样的罗裙，还说是不是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也不用再装穷了。我估摸着，再过段日子你就能进宫，回到碧寒身边去了。慢点，慢点。落这儿，落这儿。阿胜，马头有皇家的人。这畜生果然是想杀人灭口。若真动起手来，倒未必打不过。我现在还是在逃侵犯身份。若是京东的巡逻的官差被拿下，还不知那沈安的官是否被姓黄的畜生收买。我死不足惜，但父亲铁骨铮铮为国死战，不能被畜生诬陷侮辱成卖国贼。还是先找韩先生说清原委，再做打算。我去抢活一下，你趁乱逃走。啊！当时，刘平使至延州被围，便即召集各路人马飞速驰援。他与敌军精锐正面相见，却身先士卒，奋勇杀敌。当地边民提起刘将军，都极为的敬仰。可曾寻得历三川口之战的伤兵啊？1月前，官府在当地的百姓口中得知2位伤兵的去向，他们都是开封人，已随查伤马队一起回了开封。10余日前，知归所食一酒店老板带我们找到2人，2人皆言黄德和诬陷刘平，只为掩盖自己临阵脱逃之罪。若真是如此，黄德和便是颠倒是非，胆大包天。我不送，你放开呀！你前些天天天去楼里找我姐姐，你说你喜欢她，你还往她被窝里钻，你现在你看着别人姐，你看什么屁股？你个没良心的，你个没良心的！哎呀，哪他妈来的傻小子呀！我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能嫁女啊！我告诉你，干什么你？你干嘛？你哪来的傻小子？看我撕你的爪子！再看，我出来！岳父，请看，正是此2人，他们是刘平之子都虞侯刘一孙的部下。这份敷衍路禁军骑兵名册，我在枢密院见过，正是在三川口遭遇元昊主力的那支。刘平苦战之时，刘一孙带着包括2人在内的一支队伍突围，叫后军都监的黄德和发兵立即支援，黄德和却执意向境内退却。刘一孙他们在返回前线的路上，突遭弓箭手伏击，死伤大半。这2人也和刘一孙走丧。回城遇袭，怕不是黄德和所为啊！本来这2人已在这口供上按过手印，答应去河中府上堂作证的。谁知
昨日我才得知，这2人并2名差人，在去往河中府的路上，竟遭山匪劫持，谋财害命，被害了。刘平的家人可还押在河中府狱内？幸好是官府主持此案，官家有特意嘱咐过，此案了结之前，不许亏待刘家众人。官家心中对此案定会有所判断。官家，官家，小心身子，龙胎要紧啊！小心身子。官家呢？都到了落日时分了，为何官家还没回来？我几日没见到官家了。御医说我胎息不稳，让我吃药。我好好的，胎息怎会不稳？我要官家，我要见官家，我要官家亲自查检，是不是真的要我吃药？如今西北战事吃紧，后宫嫔妃10多人，能3、5日见官家一面的，怕是只有你一个。官家已经十分疼惜你了。官家当然疼惜我，我为何要同别人比？10多个比我位分高的妃嫔，又有几个是官家想要的，而非按照规矩纳的？张娘子，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请慎言。从前我日日跟在官家身边伺候，封了夫人，成了3、4日才能见到她一面。有孕之后，如今已有5日未见。从前你是没有品阶的侍女，贴身伺候官家。如今你封郡君，赐降鸾阁，成一阁之主，自不可能时时跟在官家身边，就要像其他嫔御一样，管好自己一阁上下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为什么当初说官家收我在身边不合规矩，不能封夫人，只能做侍女，突然又封了我做清河郡君？官家说娘娘仁厚大度，原来是为了分开我和官家。张娘子，你不信我，不信御医，不信任都知，你到底要怎样？我要见官家。张娘子，张娘子，小心龙胎。张娘子，且住。张娘子，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，你是要自己这样跑出去找官家，闹得皇城内外满朝文武皆知，官家在为西线战事食不甘味，夜不能寐，而他一心疼爱的张娘子任性胡为。还是压制住自己心中的不安，等官家回来，告诉我。快来看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金家，你这怎么卖啊？
各种肉包子14文，羊杂炸鸡皮包子12文，菜包子10文，如此便宜。那彩色泥娃娃原本是江南才有的。苏州肉馅点心也有了，只是不知道味道如何。停车。来尝尝。正是这个味道。曾有诗云：“常闻商者云，转货赖思民。远近日中和，有无天下君。”商家行走四方，以此地之过剩，填彼处之匮乏，勤力所得，富其利国。这是臣的诗。天圣5年，臣作此诗时，只是心中所盼，脑中规划而已。但10余年后，东京竟真的已成如此景象。怎的马上日落闭市的时辰，街上竟越来越热闹起来了？好叫西闻得知，自去年春，官家下诏，东京取消开市中闭市国。在东京，买卖已经没有时辰限制，也不禁百姓家自做的饮食衣物买卖，只要门面不超出道路边界便可。贸易不限时限地，极尽方便，怪不得我在外3年，归来几乎便要不识东京，繁华至死。此书乃是踏字蔡襄、蔡君谟的4贤一不孝诗，高手匠人照着蔡君谟的手书真品做的，泥磨烧的活陶字版。上等烟墨印制，做蝴蝶装。当年得从谏官列，天庭一漏胸中奇。使身数则甘如骥，沃然华实相微蕤。哎，这4贤一不孝的首贤写的便是上百官图，弹劾权相，直言进谏不折腰，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的范仲淹呐！来，大伙儿看看，官家听信小人之言，罢了忠臣，岂非糊涂？哎，官家日理万机，吕相斥过臣，他说臣常出惊人之语，只为沽名，不切实际。不孝就是那高司家。朕知道，西文从未沽名，但是朕不知西文是否确信，每一份言辞犀利、指责朕的过失、弹劾宰制的奏章，都切合实际，公正无偏私。官家，臣每份进谏都发自肺腑，绝无丝毫沽名私心。但目光学识所限，所见不过世间一角，因此只是一家之言，亦不敢断言全面公正。
若朝中人人如亲，倾尽肺腑之言，朕便能得见世间全貌。得见全貌，亦未必窥透内中乾坤之万全之策啊。世间哪有万全事，但求无愧而已。官家，城门将闭，臣驾车回京中了。找人去和书坛主攀谈攀谈，他这书上的字确实极似蔡君谟所书笔记，问问他是从哪儿找到如此擅长书法的工匠雕版。馆阁藏书中有些名家手记的孤本，很应该印一些，送国子监与四方书院，开天下学子的眼界。是。东京百姓虽不再需要严守日出而起、日落归家、四方分开的严令，但是朕明日官家，臣此去西境，敌若进犯，定以性命守土，不许羌人寸进。敌若不动，当竭心力会边民，充实仓廪，授以礼节，以能移风易俗，使人心向耕之而勿杀戮，方能长久。愿天下终有一日，能如卿所言。臣等明日向西，心中自烙着今日。迎敌时须臾不忘，身后中原便是繁华京城。如此，辛苦了。在外面只能坐在车中看，气闷得紧。到了晋中便走走吧。你们都不必跟着，有茂泽随着朕就行。官家，你可是回来了。娘娘已经从午后等到现在，张娘子也不知怎的，像是被什么噩梦给掩住了，直着的说小的御医和身边所有的人要害皇子。亏的是娘娘在，一步都没敢离开，到现在一口水都没敢喝。官家到了。大叔，官家，官家，官家，碧寒，碧寒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官家，官家，臣妾在小郎阁安抚不住张娘子，怕冻着龙胎担待不起，才斗胆私自做主，将张娘子护送到福宁殿。今日处置的不合规矩之处，明日再向官家请罪。好了好了啊，不哭了。官家，好了，不哭了。
官家当然疼惜我，我为何要同别人比？10多个比我位分高的妃嫔，又有几个是官家想要的，而非按照规矩纳的？娘娘，娘娘，宗师会好好努力读书做事，今后对娘娘好，孝顺娘娘，把让娘娘生气伤心的人全部关起来。宗师，你还记得娘娘曾经跟你说过，发乎于情而止乎于理吗？娘娘，娘娘不是责备你，娘娘只想和宗师一起，用圣贤经书管住自己过分的怒和怨，甚至过分的喜欢。确实一直有人记我害我。官家记不记得当年我无端端被人陷害，关入柴房，反锁在内，险些就被栽上个污名，赶出宫去，再也见不到官家。那已然过去了，我当时不也是护着你了？有我在。所以这整个宫里，我只信官家一个人，只有官家在，我才安心。那我也不能时时刻刻在你身边呀。你现在还怀着孩子，总得有人照顾啊。官家，让我婆婆回来陪我，行吗？那个贾教习啊，那个人心机太重，狡诈贪心。明明我是被人陷害受苦，唯一心疼我护着我的婆婆，却给赶出了宫里。陷害我的贱人，皇后倒是一句并无实据，现在还留在教坊。那件事情，我信你，皇后也未必不信，但是确无实据，不能凭着你的猜测便给人定罪。而贾教习却是实实在在违背了宫中规矩，皇后已经念在他情急冲动，从轻发落了。皇后是天子第1号完美贤德的女子，她做什么都是对的。我是天子号第1胡闹蛮横的坏女人。明儿我让守中给你重新物色一个你喜欢的，那人手中对我不敬，不是不怀好意。你就非要那个贾教习啊？官家，我爹死得早，我娘带着我，这么多年只有我婆婆对我好。好了。娘娘，
你别伤心了，等宗师大了。娘娘今日确实生气伤心，不过每个人总是有不开心的时候，是不是？是，宗师也有一点不开心。娘娘明白，宗师是像原来的家，还像官家像疼慧柔一样疼你。娘娘不想硬骗你说，官家疼你爱你，就像对慧柔一样，只想对你说，这世上没有人能够事事顺心，处处满意，人人喜欢，你不能，娘娘不能。其实官家更不能，都要忍耐，都要坚持。官家怎么不能？他是天下的主宰，所有人都要听官家的呀。因为官家是百姓的君父，要照顾所有人。官家，你还在这儿？也好，推朕去趟昆庭殿。官家，都累了，别管那些虚礼了，坐吧。拿茶来。是。不用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今日辛苦你。臣妾尽力了，是臣妾无能，并没能处置好，吵吵嚷嚷，大失体面，让太医和宫人都看了笑话。今日辛苦你，更难为你了。碧寒任性不懂事，是朕一开始觉得他年纪小，跟着朕时才识起放纵了些。今日如此吵闹，原该责罚他，只是他情绪不稳，身子又不好。宫中多年无皇子，公主亦只有一个，偏偏是与臣妾最交好的苗娘子所生，因此有人生了猜疑，臣妾无法为其辩白。
只愿张娘子把孩子平安生下，才能免蒙恶名。碧寒只是太过紧张，但是朕敢说，宫内宫外自朕以下，绝无第二人质疑你的德行。得官家一句话，臣妾稍得心安。只是，臣妾还想求官家一件事。什么？寻那贾教习回宫，照顾张娘子孕期。确实与规矩不合。贾教习并非正人，但是臣妾实在无法令张娘子信任臣妾。若无她真正信任的人在旁服侍她，今日之事还会一而再再而三。那么臣妾以后如何管束其他后宫嫔御、内侍宫女？臣妾想来想去，唯有大家都明白，张娘子是官家心爱，宠冠后宫，臣妾不敢管，只有官家可以管。典叔，今日你生我的气是应该的。过几日等他好些，我一定好好给他讲明道理。臣妾没有跟官家动气，官家也明白，张娘子永远不会信任臣妾的，除非臣妾真敢罚她，不怕伤了她，不怕伤了龙胎，或可让她对臣妾畏惧。然而臣妾担不起这罪过，臣妾只有恳求官家，自此之后，官家愿意宠爱便宠爱，愿意教训便教训。只要张娘子不犯国法，臣妾退之避之，便当不见。若真犯国法，官家定也容不得，自会亲自处置了。夜了，官家神色甚是疲累，请官家早回福宁殿歇息吧。官家，这是……朕不想回福宁殿。官家，官家，没事了。对了，你今日等在福宁殿没走，是有事要禀奏吧？什么事？官家，地上凉，臣背着官家走。朕也不知道去哪儿。皇后的坤宁殿不留朕，朕也不想回福宁殿去。
朕生气碧寒太不懂事，可是看着他那样子，朕又心疼，责备不出来啊。官家，臣背着您去翊风阁。闹成这样，和儿和徽柔定也知道了，也会怪朕。公主才2岁多，今日啊，天儿也不凉，外边比店里清爽，臣背着官家散散心，听官家说说话。将范雍这老夫子撤回，换上范仲淹、韩琦去，但愿西边能有些起色。难道三川口之败，真的是范雍昏聩轻敌？我朝真能有能员换上去，并扭转战局，直捣河西？朕又不信。朕小时候想着如何做个英明皇帝，暗自存了超越祖宗、开疆扩土的雄心。汉武、唐皇做过的，朕都要做。后来太后在上压着，朕盼着亲政。后来太后薨逝，朝局不稳，朕要花心思稳定。后来，朕发觉，从前能有盼头的日子是何等清楚。朕如今最怕做错，损国害民。朕没事了，放朕下来吧。莫泽，你今日一直在福宁殿等着，是有事要说吧？刘平的案子查出线索了吗？刘平案已有内情，伏请详查书。臣入书院以来，详阅庆州、环州、延州战报。原本寻到了人证，臣却大意了。臣见韩思建副职院亦找到了那2名伤兵，派遣官差护送去河中府做人证，形势也未伸张。臣也派人盯着了黄德和派在京城的那几个家将子侄。人证出了事，被灭口了，做成了陆玉山贼，你没能查到贼人线索？臣无能，请官家责罚。求官家责罚茂泽，千万别伤了龙体。请罪，请责罚。梁府做事拖沓，王绥说臣无能，请辞。西县战败，范雍请罪。查不出刘平案子，文彦博请罪；管束不了碧寒，皇后请责罚；没及时救下这人，你请责罚。你们向朕请责罚，朕真想就跪在宗庙前，对上天、对祖宗说：朕无能，请你们责罚。人证遇害之后，臣有暗自接着追查。开封府还是刑部有人同黄德和勾结，那2名人证死了，还有其他人证没有？有，刘平之子刘遗孙逃出了追杀，
现今应当就在河中府或者京城。当时的大将卢震亦从元昊手中逃脱，臣从皇城寺派了20个人去到西境寻找。只是臣想，皇城寺毕竟不是河中府、开封府、大理寺刑部，线索报于官家知情就是。总还是文御史、副职院他们循着线索查下去，才是规矩。刘平的案子，朕心里早就有数，却一定要让黄德和死得心服口服，要让天下人看得毫无疑虑。不过，他一小小边将，对京城动向一清二楚，证人一出便遭杀害。对官府行动亦是囊中物。有私下买卖，边将有法子讨山岩，中原有人卖女孩子到边境去，自有勾连。查，从皇城司加派人手查。今日所见这一派繁华，兴起不易，想守着。党项人、契丹人虎视眈眈，想从外掳掠。而有更多人想从内挖住，一不小心就能一溃千里，满眼破败。大哥，装好了。小子，新来的，干活当真利索啊！像是打南边来的，身材窈窕的紧呐。若是有1、2个品相极好的，养个1年半载，再教了本事，这赚个20、30倍、40、50倍，也不是不可能啊。怎么可能啊？这干粗活的婢女婆娘，当然不过3、5贯利钱，可这姿容上等的。再教了本事，学个唱歌跳舞，被富商看中，迈进那如人大院，了不得哦！走了。先生搭船吗？我是来找人做事的。您找谁呀？我们管事的何姐在里头。先生，我就是来找你的。黄德和面对敌寇，贪生怕死，不战而逃，按律便是死罪。他诬陷上司刘平叛国，是掩盖自己违背军令的唯一途径。用出多么丧心病狂的手段，倒也不足为奇。而开封府、河中府、提点刑狱司那些给他通风报信的差役胥吏、环庆路、敷衍路、延州府那些帮他压住军报的书记官，平时为贪利益，不守规矩。当真以为我大宋可以瞒天过海，颠倒黑白？也是因有把柄在黄德和手中。而且盼着他继续身居边关，能继续谋利。官家，趁热把药喝了吧。复辟前日上了一份奏书，把跟刘平案有关或者跟刘平案无关，但是在追查刘平一案中发现的官差官商之间的钱财利益纠缠，都奏明了。事关国境安危，中间大劫，这些人居然如此不分。据臣所查，虽此次因刘平一案牵涉出几位朝臣借买卖房屋、雇养姬妾使女受贿。但他们确实并未真正涉及此案，多半也不知对其行贿的官吏竟如此胆大妄为。不知，读圣贤书至金榜题名，从县城路监选入京中，还有广阁学士，他们不知刘平是否叛国，
但他们能不懂？那些为他们低价抢购大宅、伪律私蓄美妓的虚吏官差，到底为什么给他们尽这份孝心，给他们这许多利益？赵娘子，官家在办理朝政大事，你不能进去。明明是张茂泽在里面，什么朝政大事？你们一个个的都想分开我和官家，信口胡言，欺负我不懂吗？赵娘子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我一醒来，见天还没亮，官家就不在身边了。今天是休沐日子，官家昨天晚上说了，今天要跟碧寒一起用早膳，所以碧寒才会跑来这里找官家，不是故意打扰官家做正经事。来，有谁说你故意了？官家就是不开心的样子。廖子、张茂泽，还有一个个的宫女，他们看着我，都觉得我好像是在故意找麻烦。朕刚刚呢，确实是在跟茂泽商量重要的朝政大事。廖子怎么会故意骗你呢？是你太多心了。不是我多心。哎呀，你不知道皇后有多讨厌我。他们一个个的都听皇后的，我让他们干什么，我问他们任何事，他们都不听我的，都是想办法敷衍我。官家，真的不是我多心。碧寒实在是，等孩子生下来，碧寒也就心安了。到时候，碧寒跟孩子相依为命，不会再这么烦着官家了。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朕怎么会烦你呢？你看看，朕如果烦你，会让你连续数日住在福宁殿吗？朕当然记得昨日答应过你要一起用早膳，还提前吩咐让他们准备你爱吃的小菜，就是怕耽搁，所以才趁你睡着的时候赶紧交代完正事。谁知你提早醒了。官家别生气，这次是碧寒不对，以后碧寒一定忍着。朕没有生气，你这样不安心，吃不好睡不好，朕是心疼。早膳也布置好了，一会儿吃完早膳，朕呢看看闸子，你就安安心心在朕身边好好休息。嗯。对了，今日皇后会在后院宴请皇室宗亲和大臣家眷，也算给徽柔过生辰。皇后提前问过朕，你身子可方便过去？这样吧，到时你若精神好，便同朕一起去吧。走，去用早膳。虽尚未定案，但官家宽仁，宽父更直。你的祖母、母亲，还有其他家人并未受苦。后来，种种旁证指向黄德和诬陷，我3次上书官家，官家议决的最后的结果，和后续收到的各路军报而言，说你父亲故意将大军拖入元昊的陷阱，未免太过牵强。可黄德和是想为己脱罪，若非黄德和贪生怕死，不战而退，给我军后方留下缺口，我们未必没有机会撕破元昊包围，提前到达兖州，夹击攻打兖州的党项骑兵，便算不能反败为胜。亦不知万余大好男儿，全数死在三川口。那日我拦截不住黄德和，便想重返战场和父亲一起，横竖死前多杀几个贼人。谁知突遭弩手乱箭截击，我
中间昏迷，醒来后，周围都是我手下兄弟的尸体。据远近看，这就是我们身上所中案件。